好。咁我哋好多時咧就因為我本身係基督徒啦，咁我都採取一個凡事相信。咁凡事相信咧係基於冇傷害嘅原則嘅。如果大家覺得有傷害嘅原則嘅，你可以選擇唔信。但係唔信你可以做啲乜嘢？唔信唔係只係停留喺個階段，唔信其實你仍然可以爭取。當你願意去爭取嗰陣時，我唔可以保證你一定得得到。但係如果你唔去爭取咧，你就唯有繼續等。咁我相信咧，呢個全部都係香港市民嘅期望嚟。頭先周庭提到，即係香港而家好多人仍然啞忍呢個功能組別，我唔認同，因為社會已經好多人咧已經係有佢嘅聲音出到嚟，可以俾中央政府、俾我哋香港嘅政府知道我哋市民有咁嘅訴求。咁我希望各位同學，因為你哋係未來嘅棟梁，你哋可以為社會盡更多嘅力，願意大家出一份力。多謝大家。跟住係3號候選人陳國強先生，1分鐘時間。信唔信中央政府？咁照你所有人民，不論任何國家，你完全相信呢個中央政府好大件事。我哋由細個嗰時，我讀佛教學校，甚至係出家人教我哋佛學，你唔好完全相信呢個政府。到我哋開始讀大學讀政治學，冇一個美國人係完全相信呢個美國政府。當然有部分係啦，我哋唔應該同埋去爭取，但係爭取個方法咧，唔好盲目。我贊成社民聯嗰個不斷鬥爭個精神，但係真係唔可以盲目鬥爭，因為當你盲目鬥爭嗰時咧，會成為好多個社會成敗。嗱，我無意冒犯梁國雄先生同埋佢嘅政黨，但係絕對唔可以完全相信呢個政府。你要自己保護自己嘅權利，永遠。所以我係鼓勵人投票，千祈唔好投白票。唔該晒，唔該晒。跟住到2號嘅候選人周庭。頭先有傳話唔同意我話，即係而家好多人打緊功能組別，其實個意思係講緊點解功能組別應該要存在呢個講法仲咁有市場咧，係因為經濟迷思嘅問題。咁好啦，佢翻正題，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問題係一個假問題嚟嘅，就好似齋 Sir 咁講，你信？即係喂，劉曉波寫份零法憲章都可以判你10年，你信呢個政府會俾民主你？我覺得我有時反而想另外想岔開講咧，就係咧，其實咧大家同學可以留意嘅就係、嗱，今次咧建制派就杯葛呢個公投啦，因為佢哋唔敢出嚟話，喂佢哋贊成咧等中央俾普選啊，贊成去保留功能組別啊，咁但係有好多獨立嘅人士出嚟選，但係咪獨立就代表佢哋係冇政黨利益咧？佢哋冇政治背景咧，係未必㗎，因為咧可能咧呢一個咧就係、正就係吸納你啲觀點，即係統戰或者係即係佢引人左派，即係個最有效嘅手段。好，唔該。到1號候選人長毛，1分鐘時間。當然我唔係好中意猜測人嘅心啦，否則就變咗宗教迫害異端，有啲傳聞，我就從來唔做呢啲，因為我成日都俾人迫害。我當然唔信中共啦，因為佢3番4次將佢自己嘅諾言係粉碎咗。當我哋問佢時間表嘅時候，佢就話你同我傾路線圖先啦。咁我同傾路線圖嘅時候話，我而家俾時間表你啦。不過個路線圖係假嘅，你去唔去啊？你將佢到地獄係好快嘅，地獄快車去唔去啊？其實唔使講中共嘅過去，講而家佢成個思辨，都已經係完全係違反最基本嘅邏輯，係任何讀過數理邏輯嘅人都不能夠苟同。好啦，好啦，咁就到咗自由搏擊時間。咁頭先周庭小姐就搶姜出馬，咁啊請發表意見。因為我上一節冇得講。係。其實延續翻頭先嘅講法啦，就係、聽唔聽到？延續頭先嘅講法啦，咁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就係話係咪獨立就係冇政治背景咧，就冇嗰個利害關係咧。嗱，呢一度咧就有2個獨立候選人咧，有一個政綱佢提到有一點咧都係好一致嘅，就佢大家都係咧抗拒
拒一啲激烈嘅手段，抗拒一啲即係所謂暴力嘅抗爭。咁頭先陳國強先生就話咧，我哋就要唔好盲目，就要認清嗰個手段係咪正確。但我成日覺得咧，香港咧真正嘅盲目就係咩咧？就係一啲就係睇到形式上嘅暴力，睇唔到一個實際上制度施加俾我哋小市民嘅暴力。我舉個例子，我成日都講嘅就係、大家都記得毓民掟蕉，有幾多個人記得毓民點解掟蕉？我諗大家呢度唔過一半會記得點解要掟蕉。點解我哋唔會諗咧？就係、我哋有一個人即係好斯文淡定，同你講啲完全侮辱你智慧、完全混淆是非嘅嘢，你就覺得佢可以接受。有一個人即係措辭激烈啲，去講一啲其實有道理嘅嘢，大家就唔接受咧。呢一個問題出咗喺邊咧？我哋咧就係睇到形式上面嘅所謂激烈，就覺得呢啲手段就係唔啱，呢啲先係真正嘅盲目。因為呢一啲盲目咧係容許緊制度上嘅暴力繼續存在，因為佢哋唔需要批判制度嘅暴力噶嘛，佢咪就係話啊你暴力你就太激烈你就唔啱，你就點，你就教壞細路，諸如此類。其實即係呢個先係真正嘅盲目咯，講嚟㗎，即係呢個係反智嚟嘅，因為大家都唔去討論現實所謂激進嘅來源。咁同埋我想提翻一點咧，最後就係、即係頭先胡世全就我次次咧見親佢咧，佢都話。我就嚟自貧窮嘅家庭嘅，我就做過乜嘢基層工作，咁所以我就好了解咧啲弱勢社群嘅需要嘅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我想提翻大家同學咧，其實咧李嘉誠啊，佢呢啲而家呢啲係大地產商，剝削得市民最多錢嗰啲人咧，當年都係好窮㗎，當年都係即係所謂白手興家嚟講啲香港故事啦。咁佢哋而家係咪為緊即係小市民嘅福祉着想咧？梗係唔係啦。咁所以大家即係要諗下咧，就係所謂我哋上一代貧窮出身係有一個時代背景、有歷史條件嘅。咁大家就諗下，我哋呢一代所謂即係青年貧窮啊，或者而家點解貧富懸殊咁嚴重、咁水深火熱，亦都有一個社會分析，有一個歷史同埋時代嘅背景啊嘛。即係大家就要點解我成日話譬如我哋嘅政綱都提到就係話我哋要破除經濟嘅迷思嘅，就係咧。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咧，我哋上一代嘅家長式嘅論述就同我哋講話啊，你就冇經歷過打仗啊，你又冇經歷過走難啊，你就冇經歷過制水啊，即係住木屋區啊嘅時代，所以你又冇資格咧講咧你而家咧嘅權益或者你嘅生計咧就冇保障啦咁樣。咁但係呢啲人咁嘅講法咧，其實就係緊我哋繼續去接受而家呢個制度。所以大家要即係分清就係究竟邊啲係暴力咧？其實我覺得咧呢一啲咁嘅家長式論述先係真正嘅暴力。好多謝阿周晴，咁大家俾掌聲佢啦。咁其實周晴佢，我諗佢都係出身，起碼都中產家庭嘅生活啦。我諗佢冇住過公共屋邨啦，冇住過木屋啦，係咪？咁但係呢啲我有啊嘛。我10幾歲嗰陣時喺酒樓做13個半鐘頭嘅工作，兩個大神啦。好多人就話佢話而家我係有錢，咁我申報利益咧，其實我真係冇乜錢。不過我喺咁多年裏邊，我慳到啲可以夠我哋兩公婆過活，其實已經好心足。